其實係不停喺度測試咯。我覺得係測試嗰個種子喺呢度適唔適應到啦，或者即係講緊嘅唔係淨係話啊，你喺香港種同喺英國種有咩唔同，而係可能係講緊一啲好細微嘅微氣候嘅分別，或者個泥土嘅狀況唔同咁樣，已經可以有好大嘅偏差咯。